吃蛋糕，你想要几分熟？巧克力蛋糕，布朗尼和内馅巧克力泥冰冻层次，微波过后可以尝到截然不同的化口度。推出2年，维持1天5000个订购量，让广告人转行的廖廷义初试提升一炮而红。没有一个人看好，对，那但是我认为这个口味不错，而且可以很原始的呈现食材本身，所以我就义无反顾的下去做。当了半年的笨蛋，说自己笨，因为一开始廖廷义就设定高标准，不用膨大剂、香精、乳化剂这些化学东西。海绵蛋糕就靠蛋液搅拌的泡沫支撑，用新鲜度提供柔软度。即使很难蓬松漂亮，廖廷义不改坚持。新挑战是乳酪蛋糕半熟的口感，一样没有配方，得从头尝试。当初很简单的一个笨想法，就东西不要烤熟就好了嘛。骨子里还留着广告人的想象力，从无到有却是苦差事。光是抓出 cream cheese 奶油蛋的适当比例，又花了1年半。廖廷义说，他的配方成分简单，难的是坚持纯天然的过程，得用心去找每一项食材。坚持就等这一刻5分熟，但是现在刚烤好，所以最嫩，感觉都要弹出来嘞。对，所以再用力一点就要爆炸了。刚出炉的重乳酪半熟蛋糕，几乎是接近豆花般滑嫩。半熟的蛋糕，您要注意的不只是口味，还有在运送的途中，你必须要让它保持完整度，所以必须要有不同的方式来让它保持凝固，却又不碎裂。锅厂懂要紧啊，它铺多爱心。过程很重要，每一步都要注意。是的，坚信食物好吃的秘诀就是原料的合适、新鲜和好的品质。廖廷义认为，这是获得消费者认同唯一的路。做过广告行销的廖廷义当然懂得话如何说得好听。当他选择回归真材实料的本质，赚钱赚得心安理得。高厂懂要紧，搭鋪多愛心。高廠懂要緊，搭鋪多愛心。